叫做可以不可以咧？有冇人記得呢隻歌？就係講一個青蛙王子。咁啊，青蛙王子啊，梗要揾一個公主錫，所以我唱呢隻歌咧，我就會亂咁行。不過到我啱啱唱完呢隻歌咧，最尾嗰下咧，我行到邊度咧，嗰個就係我公主。咁不過佢要錫我，錫咗我先變王子。如果佢對我去俾佢老公錫我唔使啦。OK， 係噶咯喎。想到王子奇妙變化，真太如意。但我他朝改變，誰知此刻只要實事求是。俗世情話想變王子，還是那這可以如意？但這假想是可變孩子，真的恐怕不可以。心中都想可講大事，可惜總不隨意。雖則心中不信命運，亦信得失是際遇。遇見了你，想變王子，但是我怕不會如意。願你吻我，使我能知，不知可以不可以。還願再晚，請你重思，定有一天可變王子。天天想試，呢個阻住晒我。願你吻過不變王子，還願再晚，請你重思，定有一天可變王子。天天想試幾千次，可以咧。我話錫喎，唔係強姦喎。你坐翻低先。好啦，咁啊，係我真係要錫嘅喎。OK。